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6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以西结书第3章12节到21节，路加福音第9章18节到2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守望者。以前在军中服务的时候，因为负责弹药补给以及弹药库连队的管理，因此在这种卫兵的轮值以及管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特别是牧师在当兵的期间，仍然是所谓的戒严时期，经常都被当时候政府的国防部吓到精神紧绷。卫兵呢，就是要当一个守望弹药库房以及营区安全的人，特别是在夜晚期间，更需要有好的守望者。如果守望的卫兵不负责任，打瞌睡，或者根本就是偷懒没有去，可能就会造成营区有安全的疑虑。所以我们知道守望者的重要性。那问题是，基督徒人生有谁可以当我们的守望者呢？我们可能常常听人家说，哎呦，没关系啊，天塌下来还有谁谁谁可以当这是一个承诺保证，就信仰角度来说，就是上帝的应许。以西结书第3章12节到21节，先知这样的说道。接着上帝的灵把我举起来，我就听见我背后有隆隆的声音说，要颂赞天上上主的荣耀。我又听见那4个活物在空中飞翔，翅膀相碰的声音，也听见轮子转动，像地震发出的巨响。上主的能力大大的充满我，他的灵把我赶走的时候，我觉得既难受又气愤。于是我来到加巴鲁河边的提勒雅比，就是流亡同胞所住的地方。我在那里停留7天，为了所看见和所听见不知所措。7天以后，上主对我说，必朽的人啊，我派你做以色列国的守望者，你要把我亲自向你说的话警告他们。如果我宣布某一个邪恶的人一定会死，你不去警告他，劝他改邪归正，好救自己，这个人固然会因自己的罪而死亡，但是我却要向你追讨他的血债，因为如果你警告那邪恶的人，他不肯改过，仍然作恶，他要因自己的罪死亡，你却不必负责。要是好人离开正路，开始作恶，我要使他遭受危险。要是你不警告他，他一定会死。他要因自己的罪而死，我不纪念他做过的好事，而我要向你追究责任。要是你警告他不可犯罪，他接受你的警告，不再犯罪，他一定活着，你也可以不死。基督徒的守望者是谁？就新约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应许的保惠师，也是耶稣基督本身。路加福音第9章18节到27节记载了耶稣基督他问门徒们，人说我是谁？后来他又问你们说我是谁？耶稣基督的目的就是要让门徒们清楚，他就是门徒们的守望者。有一次，耶稣单独一个人在祷告，
门徒们来见他，他问他们说：一般群众说我是谁？他们回答，有的说是施洗约翰，有的说是以利亚，有的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。耶稣问他们说：你们呢？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：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。于是耶稣严厉地命令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。接着他又说，人子必须遭受许多苦难，被长老、祭司长、经学教师弃绝，并且被杀害，第3天将复活。耶稣又对大家说，如果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得舍弃自己，天天背负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那想救自己生命的，反而要丧失生命；那为了我丧失生命的，反要得到生命。一个人就是赢得了全世界，却失去了自己，或是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有人以我和我的话为耻，人子在自己的荣耀中，并他父亲和圣天使的荣耀中来临的时候，也要以他为耻。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，有的在死以前会看见上帝主权的实现。耶稣基督在此处经文所要说的，就是在门徒当中有人活着的时候，要见证他的复活。因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们说，天上、地上、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。这权柄是上帝差遣耶稣基督人子成为世人守望者的一个记号。诗篇29篇，神的众子啊，你要歌颂上主，你们要颂赞他的荣耀和大能，你们要歌颂上主荣耀的尊名，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。上主的声音传遍海洋，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响，他的声音响遍大洋。上主的声音大有能力，他的声音满有威严。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，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震断了。那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小牛跳跃，使黑门山像野牛蹦跳。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，他的声音震撼旷野，他摇动了加底斯的荒漠。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，使树木的叶子脱落。在他圣殿里，人人欢呼，愿荣耀归于上主。上主管理洪水，他永远作王统治。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。感谢上主赐给我们耶稣基督，成为我们信使的守望者。正如圣经诗篇121篇第4节告诉我们，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。感谢主赐下保守的恩典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